这热清着伫就任总统了后，中国毋但是实施伟大的军演，伫经济方面也开始来出手啊。即马中国财政部是宣布6月15开始，台湾出产的一寡下骨的油类甲石蜡，拢总134个项目，拢袂当搁再使用 ECFA 的关税优惠，未来是会照规定来执行。 中国财政部宣布，为6月15开始，要停止海检两岸经济合作经济协议部分产品的关税减量。用贸易武器化、军事的这个演习的常态化来去骚扰台湾，我倒是想请教，这样的方式会让台湾人民更倾向中国，还是更倾向我们的盟友美国？球还是回在赖清德的总统手上，他应该想办法派人通过什么管道跟中国大陆那边去谈。根据公告，互人停止使用 ECFA 的台湾商品，包括论骨油、基础油、液体石蜡、甲动质液体石蜡、乙丙醇以及正丁醇，拢总134项产品。若是这个产业占台湾出口比例是偌济，也有偌济业者受到影响，也有待统计。只是伫中国宣布停止前，有业者坦白讲，3年前因为烦恼两岸关系紧张，早就提早甲出口市场的比例为中国刷到东南亚。 我本来50几趴要60个，现在存32%，现在一直拢市场往东南亚去移动，去把它慢慢转到那边去。基础油对我台塑石化的营业额跟利润影响不大，营业额还占我差不多1%呢。若是中国宣布对台湾134项产品停止使用 ECFA 关税减量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，总统赖清德当局坚持台独立场，拒绝无承认九二共识，这是中国停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量的根本原因。未来中国是不是会扩大停止项目，也有待密切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